有民众发现讲，屏东中治乡有一个路口的乌多摆待转区，竟然是位伫咧车道的中，无说离着可能互对向要倒弯的车去弄着。市府表示讲，按照现场实际状况来看，若是有遵守交通标线，安尼就袂影响到用路的安全。 乌多摆准备要倒弯，先徛到台川区等车顶，毋过就有民众伫社群网站打文，讲屏东中伫即搭路口台川区位伫车道的路中，这是要等车顶，也是要等红龙。嘛有网友讲，伊就捌伫台川区去互车弄着。那经查那个该路口的机车停整区是设置在我们台24线中心路的路权之外那设置的位置是留供台24线中心路往光华巷的一个机车转弯使用那它在我们昆仑路绿灯同行的时候该停等区的车辆也会一起同行那会有行车碰撞的一个疑虑。 点 Google 的地图详细看，是为着互中兴路要倒弯光华巷的机车使用的。实际到现场，机车伫台川区等待的时阵，昆仑路嘛是红灯，所以袂有车对台川区的后面来。主要是对向要倒弯的车辆，若想超过中线，就会影响到台川区乌多摆的安全。那边来的车有时候它转弯太快，搞不好就会切到这里。只要乌多摆停落来。 感觉讲较危险吧？你看待转区搁较意外的，就较袂啦。较袂啦也修出来了，对啊，你感觉？民众表示，其实这个台川区会当画卡内底，避免和对向小闪车是收晚近。公务处提醒用路人，爱按照交通标线骑，而且注意交通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